大家好，又係一個爽局。今局嘅主力就係呢張牌，再配合複製出嚟嘅腎上腺素。不過漏斗真係有啲煩，成日賽牌俾我。使到夠防就過一過，希望快啲有群蛇形態。我有54張腎上腺素，終於到，用咗近一半，之後就係無腦出牌。一輪複雜嘅操作，終於死咗。第二隻 boss 係實驗體，第一輪要抽到打死佢第一形態先，幫佢加工加到傻。終於到，之後就係爽嘅時候。第三輪又係捱到夠防就過，9禁之後仲有藥水未用。嚇親，以為冇晒腎上，仲有6張加藥水。啱啱好夠殺，無腦到頂，多謝觀賞。